伫咧台南有民众抛出相片，讲台南市复兴国中附近的公车牌啊，无法度炸日，也无公车灯啊，这学生拢坐伫咧路边单车，看起来真危险。学校表示讲，这附近是有空地啊，停好单车，是迄天校外教学，囡仔转来了后伤过忝，无要搁再行路，才会出现这款的情形。伫公车站牌遐，一群学生分两排，后排是徛伫比路悬一阶楼梯的青色草皮顶悬，正排有人坐伫草皮，嘛有人坐伫路边的排水沟。单车无公车灯啊，嘛无闸的空间，民众看了真烦恼。因为就在路边，而且又是红线，所以很危险。我觉得是可以再加一个像这样的公车，这样会比较安全。这是伫咧台南后尾寮定位区的公车站牌，正我复兴国中，民众讲当地学生真多，但所无亲像对向的公车站牌设候车灯，也是人行道，真正足危险。不过学校解说讲，搁对头前行几步，头前就有区公所代管的空地会当停等。不过迄天学校办教育的活动，学生敢若是无想要行伤远，搁拢同一个时间下课等家长来接，才会拢徛伫站牌边啊。交通局这边会来找相关单位现地做一个勘查，先把行人的空间整理出来，再加上适当的好的一个公车的候车设施。在昨天呢，是因为我们校外教学，好，所以学生哈就是在短时间之内哈密集的哈就是离开学校哈，所以停等的学生哈就比较多一点。市府会和相关单位去现场会勘，找出解决的方法。学校嘛建议讲，把站牌刷去适当的位，现阶段还未调整进程，会对学生来加强宣导，提醒叫因加行几步去头前空地等公车较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